咁啊，香港時間咧就下晝，咁啊英國時間咧就早上嚟嘅。咁啊歡迎各位收睇呢一節嘅節目。OK，就會員版等陣間做啊。咁啊歡迎各位請我飲咖啡啦，即係無論 QR code 定係bank account。呢樣嘢點解個請飲咖啡嗰度會即係鼓勵大家咁做？其實一個原因就係我見到啲 display。一講加拿大，成班友蜂擁而出。我睇嗰啲 comment，好多就係嗰班廢佬嗰啲睇 D100嗰啲。OK，我再比照翻城寨嗰邊嗰啲 display 嗰啲，因為嗰啲公開資料嚟嘅 display 係公開資料嚟嘅。我就知道嘅，除咗鄭經翰嗰班組織嗰班咁嘅華僑廢佬喺度搞事之外，我冇其他解釋。嗱，呢啲係加拿大政治醜惡之處。你依家更加明點解阿當初要入嚟掃場。我係當初衝我都掃場啊！呢班有重污價好啊，其實分派嚟毒品注射嗰單嘢已經話俾大家聽，呢班友係毒瘤嚟嘅，呢啲唔使講嘅呢個。你變唔過人就惡意搞人。嗱，呢啲人就係爛仔流民啊，衰過黑社會啊。OK 啊，我就閒話休提啦。呢啲咁啊衰過黑社會友仔。咁啊，呢個習近平變咗深作欣義電影。呢個深作欣義邊套電影其實就大家都知嘅，就係你睇軍委依家剩翻2條友，佢整個微信群都搞唔掂，你就知道依家變咗係 BR，OK， 大屠殺。大家知道大屠殺個情節係咩㗎？大家知嘅。呢一度我冇，呢度好多人都睇過呢套電影。你搞到會變大屠殺 ，OK？ 而且仲有一樣嘢係好詭異嘅，OK？ 就係除咗即係軍委副主席咁，當然係自然遞補㗎。就佢點啊？現任嗰個俾人拉咗，咪下一個上咯。所以而家剩翻係軍委主席同軍委副主席係咁多嘅。話定中共中央軍委係得咁多人，冇其他。但係你其他係冇遞補，你冇遞補上去嘅，即係冇所謂嘅軍委候補啊，冇。咁啊，好唔健康嘅，老實講，即係你依家差唔多軍隊係，如果連埋最後嗰件將聲文都鋸埋咧，就應該就中共中央軍委就剩翻習近平一個，即係習近平說了算，軍隊裏邊。咁啊，好恐怖嘅呢件事，即係你大家都會問點解，就係呢班友唔係阿習近平升上去嘅咩？嗱，即係有啲人就話。因為成個軍隊都係江澤民啲人，咁啊，所以咧佢要大清洗咁嘛。咁問題係軍委嘅人唔係江澤民升噶嘛？依家軍委啲人係嗰啲人，唔係個個都話係你親信嚟嘅咩？或者之前嘅大佬，你嗰啲聽床師一講嗰時都話呢個係阿習近平嘅，嗰個係習近平嘅。又點解習近平嘅親屬全部鋸晒嘅全部？咁就好恐怖喎，大佬！即係嗱，一係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馬杜羅嗰個效應啦，即係因為阿習近平怕咗馬杜，即係怕咗會俾人鉗咗 ，OK， 好似馬杜羅咁樣鉗咗，咁佢驚俾人鉗，咁啊咪出現呢種咁嘅反應咯。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其中一個我可以考慮嘅原因啦。OK， 就係佢驚俾人鉗。驚俾人鉗就，所以咧就，但係問題驚俾人鉗多，你都唔會玩剩翻一個嘅。OK，即係當然之前咧嗰啲聽床師，某程度上咧有啲聽床師究竟係忠正奸，我都覺得係一個問題嘅。因為點解我話有啲聽床師係忠定奸，我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但係我有一個 question 好大嘅 question mark。張又俠係嗰時俾聽床師吹到嘅，尤其是法輪功係嗰啲咧。話佢會搞軍事政變 ，OK， 佢會將阿習近平，甚至依家繼續吹嘅啲嘢噶，真係會話搞軍事政變啊！捉話捉走，即係好似捉四人幫咁樣捉走習近平啊！跟住12月嗰時，其實係咧法輪功嗰邊啲友仔揾咗個導演咧，整咗套 AI 片出嚟嘅，就係嗰啲電影微電影咁樣咧，係話即係點啊？係中共外部即係軍方叛變，跟住就點啊？就走去捉咗阿習近平。
咁當你咁多呢啲咁嘅宣傳嘅時候，咁老實講，習近平你一見到馬道和嗰部款，佢啲個人當然咪騎埋嗰兩條友咯，係咪先？即係究竟呢單呢個團滅係點樣搞出嚟？即係點解習近平可以自我團滅成隊解放軍嘅嗰個指揮中樞咧？係咪先？因為依家剩翻個指揮中樞剩翻佢一個㗎，理論上。因為我咁，你張星文見咗咁嘅情況，佢都唔敢逆啊習近平意啊，俾咗我係張星文諗辦法嘅教佢走人添啊！佢哋點知下一個係邊個啊？點知啊，大佬全家都，亦都有可能就係你做得中共軍隊高層嗰啲咧，你啲屋企人啊嗰啲，嗰啲 passport 全部交晒出嚟嘅，有機會係咁啊！習近平做咗出啊呢樣嘢，即係你話中層都得可以自由行動啦，但係你話高層嗰啲未必得㗎，高層可能要連埋啲家屬，可能點啊？我俾你名華富貴，但係你要交低 passport。唔出奇嘅，因為你習近平多疑啊嘛，個人多，即係佢，尤其是佢，你幾多啲政變傳聞之一㗎？有啲政變傳聞我知道係堅嘅，有啲我唔係我相信係我知道係堅嘅，但係有啲政變傳聞就真係好離題九萬丈嘅真係。喂，我都係嗰句，只要習近平可以控制住中央警團，即係中央警衛室。中共中央警衛室基本上冇人喐到佢。之前四人幫點解阿葉劍英可以搞個咁嘅接近軍事政變，同汪東興佢控制咗中央警衛室啊嘛。你江青只要留喺中南海裏邊就已經俾人捉噶嘛。其實你中國搞軍事政變個關鍵因素好簡單，個 key factor 中央警衛室。你控制到中央警衛室就贏，嗰時就係毛澤東一死之後，佢中央警衛室呢四人幫控制，中央警衛室一直都係跟毛澤東噶嘛，佢唔會俾佢跟江青噶，嗰件事唔會噶。咁如果係中央警衛室係跟毛澤東嘅，就只要華國鋒啊、汪東興嗰啲人企喺政變陣營嗰邊，嗰四人幫啲人就全部就可以 totally capture， 係咁簡單。所以點解我係唔信聽唐詩講嘅嘢？因為中共嗰個中南海個保衛結構，你始終中南海個結構係嚟自大清帝國嘅皇室嘅皇宮結構，嗰個係好 simple 嘅嘢嚟㗎，佢唔複雜嘅嗰件事，佢係本身中國好難就係好難搞軍事政變，所以點解中國成日要勾結外國勢力啫？就咁解啫嘛，你。最上一次中國歷史最出名嘅，即係皇宮裏邊嘅軍事政變係邊次鋪？咪李世民嗰鋪咯，玄武門之變咯，咪玄武門之變咯，喺皇宮裏邊進行嘅。跟住你安史之亂嗰啲，安史之亂嗰啲係外面起兵作亂嘅，嗰啲係另一樣嘢嚟㗎。或者黃袍加身，趙匡胤黃袍加身嗰時另一樣嘢嚟嘅，嗰啲已經係外面打翻入嚟嘅事情嚟嘅，嗰啲已經係。唔係皇宮裏邊軍事政變，中國歷史皇宮裏邊軍事政變甚少，可以講甚少，多數係外面打翻嚟，即係甚至你話咩靖難之變，甚少皇宮軍事政變。最上一次就應該就已經係玄武門噶啦，已經係唐代嘅事，唐帝國嗰時嘅事啦。即係你即係你話去到明代呢個靖難之變嗰個已經係即係呢個即係燕王朱棣起兵 ，OK 嗰個已經係另一樣嘢嚟噶，而且嗰個係嗰時已經係皇室虛弱噶，已經係。皇室虛弱嘅，而且嗰個係一個大型戰爭咁樣打，唔係好似玄武門之變咁樣啊。所以你要搞場四人幫之前喺皇宮裏邊軍事政變甚少，所以有一樣嘢，除非有人起兵嘅，即係好似靖難之變咁嘅起兵，否則係，而且如果好似靖難之變咁起兵，你一定係守住北京嗰個要衝嘅，OK，即係其實靖難之變有少少似安史之亂，OK，因為靖難之變嗰時個首都唔喺北京嘅嘛，嗰時喺南京嘅嘛，明代首都，你知嘅明代遷過多次，
你一定要搞清楚呢樣嘢。好啦，依家真係最大懸念係乜嘢咧？公唔公台？有兩種講法，兩種講法都講得通，所以點解呢個係好難作出判斷？即係除非佢係習近平點話肚裏邊條蟲，否則你判斷唔到嘅。一個講法就係冇將領打仗，冇將領打仗唔打，台灣好安全。另一個講法咧就係冇人控制 ，OK， 冇人控制即係冇軍委裏邊冇其他嘢，軍委可能最後剩翻阿習近平啊嘛。張聲文唔敢抗議，咁結果又點咧？就習近平一意孤行要打，明知輸都要打，甚至有冇人控制到個核武唔知，呢個好大懸念呢個，因為蘇聯係唔係民主政體，但係蘇聯咧嗰時普巴飛彈嚟嘅冇玩到核武嘅，因為蘇聯某程度上佢會俾前線將領去判斷應唔應該用核武嘅。蘇聯始終係因為俄羅斯始終係東正教國家，即係始終佢有東正教傳統，佢判斷嗰時係唔同嘅。個判斷嗰時佢覺得，喂，呢個 order 好似唔妥，唔喐得，即係佢可以唔喐嘅 order，佢可以嘅。蘇聯冇美國嗰啲咁先進嘅設備，美國就因為佢本身嘅民主制度，美國、英國、法國都好咧，你係好難用，其實好難用核武嘅。你用到核武就真係最後一步嘅，真係毀滅嘅。中國係最曖昧、最不明嘅。中國用核武冇出事，其實咁耐以嚟都係依靠領導人嘅理性，個理性思維，即係無論毛澤東、無論鄧小平、無論江澤民、無論胡錦濤，都係依靠領導人嗰個理性、嗰個剩翻人類嘅基本理性去防止濫用核武，係咁多。但係去到習近平，OK，習近平佢依家就係用個軍委集體領導去控制住嘅，即係你譬如你火箭軍啊、陸軍啊嗰啲，全部唔 say yes 咧，就基本上就喐唔到嘅，即係唔執行個軍令就喐唔到嘅。咁但係依家你出現個狀況就係你依家軍委剩翻2條友啊，嗰個就另計。軍委剩翻2條友嗰時分咗就係嗰個係軍委柯打，你做唔做？依家需要1989年北京大屠殺，我話你聽，1989年北京大屠殺已經好差噶嗰件事 ，OK， 即係但係嗰時你趙紫陽唔會支持呢個命令。嗰時你見到徐勤先點解無啦啦爆徐勤先喺1989年嗰單嘢就係話，喂，呢個命令唔合法噶，我懷疑點解會爆徐勤先喺嗰時38軍嗰個表現，其中原因就係佢要提醒解放軍。軍委有啲 order 係唔可以執行噶，我啱有人問到我未㗎。如果唔係唔會放我嗰時我都奇怪，咁無啦啦放徐勤先受審嗰段片嘅，無啦啦放，其實係好奇怪。因為解放軍有個共識就係咧，1989年嗰單嘢唔再講嘅，因為嗰個係羞恥辱啊。第二就係你本來解放軍已經唔係國家軍隊嚟嘅，你仲要犯呢啲咁嘅殺人罪行咧，你之後好大鑊啊！之後就係德國黨衛軍嘅下場嚟㗎，其實即係納粹黨衛軍下場，納粹黨衛軍係列為非法組織㗎，之後係清算㗎，即係你嗰啲所有嘅因為執行黨衛軍任務而犯嘅罪行咧，嗰啲係冇得話，因為我話執行柯打而赦免冇㗎，因為你係黨衛軍。嗰日你係身為非法組織成員，嗰日另一樣嘢嚟㗎，呢個嚴重好多㗎。咁但係你依家就係你習近平軍委剩翻1個人，冇人控制，OK？如果真係用核武點算咧？唔知，呢個係好令人擔心嘅。呢個佢可以係冇人打仗，OK？即係最後決定唔打，跟住就點啊？就習近平萬歲，係習近平終身執政 ，OK， 終身一人執政 ，OK， 冇晒集體領導，冇晒，因為軍隊全部清晒啊嘛，佢文官已經清晒，咁啊全部集體領導佢睇晒嗰真咩嘢，佢衰晒，我都話嘅呢種體制最危險嘅，其實，因為習近平百年歸老嘅話，就成個中共就瓦解噶，一定噶呢個就，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即係習近平只係睇佢一個人啫。有冇繼承者？冇繼承者，你見到成日毛澤點解4人幫咁容易俾人懟咁啫？你毛澤東冇繼承者啊嘛，
佢最有可能嘅繼承者同佢反咗面嗰個叫林彪啊嘛，反咗面啊嘛。如果你嗰時係，而且毛澤東都可能 feel 到一樣嘢㗎。如果毛澤東俾埋林彪嘅話，林彪會唔會因為佢係黃埔軍校校友嚟㗎嘛？林彪會唔會同蔣介石傾掂數，然後點啊？因為嗰時我諗林彪都知道國家爛到咁嘅款都管唔掂㗎。跟住點啊？就即係傾一個兩岸協議，跟住翻去中華民國體制。佢其實我懷疑佢有呢個可能性。因為你毛澤你林彪同蔣介石唔係完全冇 communication 噶嘛，咁亞底唔係冇噶嘛，係有噶嘛，你雙方都有間諜喺對方嗰度噶嘛，唔係冇噶嘛，呢啲嘢係好清楚。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依家攻唔攻台就變咗好不明，可能完全攻唔到台，可能係攻台冇人控制，直接玩到核，OK，最極端嘅結果都好啊。但係亦都有可能係一個中間結果，一個中間結果香港人就慘啊！呢個就攻台係可能意圖也金門馬祖攻唔掂，打唔掂，OK，繼續僵持，大家就全國軍管，係包括香港，根據基本法18條軍管。如果係軍管咧，習近平嘅權力就極度穩陣，OK，好穩陣嘅，因為軍管啊嘛，我可以將所有嘅意見聲音剷除，我清即係話佢旗下上身咧，真係邊個都清得㗎。依家都未去到隨心所欲嘅地步，但係如果軍管就隨心所欲嘅。佢話我以軍管為理由隨心所欲清人，但係當然經濟就玩完㗎啦，中國經濟完全崩潰。跟住因為你國際一定制裁嘅，跟住你香港會點？大家心知肚明。呢個係最差嘅結果，有可能最差，對香港人嘅係最差，其實就係中間。我話用核，我懷疑啲核冇用到，唔知。可能未用核已經調話，因為你用核就外國政府有藉口介入，甚至喺中國用核噶嘛。咁可能就點話就未用完核已經玩咗完呢個係如果唔打就可能長期即係點話阿習近平做咗做習近平萬歲咯，長期變咗萬歲爺。呢個就另一個玩法。OK， 習近平變萬歲爺另一樣嘢嚟嘅，有另一個 game 嚟嘅。呢個就呢個就另一樣嘢啦。即係你究竟佢係去變萬歲爺啊，定 whatever 唔知，咩都會發生。誒，所以你話攻台呢個就你要問下習近平攻唔攻台？佢講嚟講去唔係咩民族統一嘅，佢最大口嘅就係權力，佢守唔守住權力？因為習近平知道啊，佢一冇咗權，佢被清算就好慘。佢一被清算，你諗下佢一被清算，大件事啊，大佬都唔止佢啲屋企人嗰啲嘅問題啊，係佢一被清算嘅話咧，啲人唔會放過佢嘅，因為你當初玩得太盡啊嘛。江澤民聰明滑頭之處係，呢個我唔係話佢好人嘅，但係佢聰明之處係，因為江澤民同胡錦濤兩條友係面面俱圓嘅玩 ，OK， 即係乜嘢人都唔得罪 ，OK， 盡量有利益嘅大家齊齊分，有錢齊齊揾 ，OK， 因為甚至佢可以做到就係點啊？你咁喺香港嗰時，你氹得掂民主黨支持你個咁嘅垃圾政改，你都知道阿江澤民有料到啦，係咪先？即係江澤民、胡錦濤有料到啦，兩個。即係盡量啲嘢傾掂數，大家可以和平共存嘅，冇問題嘅。傾掂數咁大家有得即係點啊？如果為阿習近平上台揾咗習近平上台，跟住點啊？揾咗阿梁振英呢條友。如果係嗰個識嘅特首係唐英年，我機會民主黨已經俾人吸收咗，睇下已經變咗執政集團一部分啦。呢個唔出奇㗎，有機會㗎，其實唔係冇機會㗎。冇嘢㗎，有啲嘢權力大家分咁大家就齊齊玩啫嘛，冇嘢喎，呢個世界嘅嘢，係咪先？呢個 OK 喎，但係你知習近平個人唔會玩呢種㗎嘛，佢唔會玩呢種，結果就係佢冇落台，佢一落台就一定被清算，佢一定粉身碎骨死無全屍，係得一樣嘢。即係你威權同獨裁係有分別嘅，OK？威權政體佢係有
一定嘅多元性嘅牛油，OK，只不過就個多元就你冇民主咁，就等你唔係民主啊，但係佢有個多元性嘅，佢會留一啲空間俾反對派嘅，唔會等到啲嘢將啲門封到咁死嘅，佢唔會封死所有門嘅。OK，因為大家都想留一線嘅，大家即係日後有乜事嚟，大家都留一線。國民黨佢個後期就係威權啊嘛，你蔣介石唔係蔣經國最大嘅功績係咩？佢將佢個體制由獨裁向威權過渡 ，OK， 跟住威權再交俾一個佢信得過人變民主化，所以國民黨冇被清算 ，OK， 而蔣家亦都冇被清算，蔣家全身而退。蔣萬安就個血統係唔係姓蔣嘅就冇人知嘅，但係至少真係姓蔣嘅蔣友柏呢啲係冇事嘅。呢個就係個聰明嘅地方嘛，呢個就係你知道係有啲嘢大家齊齊玩嘅就冇事啊嘛，但係習近平唔會玩呢種噶嘛，佢冇咁醒啊嘛，你中國人唔係咁醒啊嘛，中國人就係個貪啊嘛，貪念乜嘢都成碗要晒啊嘛。係咪先？即係你，所以我成日都話你，如果你臨尾嗰時你當機立斷肯退一步嘅話，有時就可以全身而退，即係好似德川幕府都係㗎。哇！大佬最初德川家康對豐臣家族幾殘忍啊，全家殺晒啊，大佬。係咪先？去到所以你後來見到嘅一明治維新就其中一樣嘢就係幫豐臣家平反係有原因嘅。OK。但係後來佢冇清算德川家噶，因為德川家嗰時就係臨尾就話我咁啊，點啊，我交出政權，我自己交出政權，無血開城，我自己交出去，你唔好清算我，你最多去靖江嘅，你阿靖海州帶晒成班人去靖江嘅，咁咪冇事咯。問題有冇咁醒啲啊，大佬？你個習近平唔咁醒啊嘛，習近平習近平，你睇佢香港國安法嗰個點樣處理就知啊，趕盡殺絕，你乜嘢都趕盡殺絕，凡事都閪盡到時要勢必做盡。呢句風雲嘅對白就唔係冷劇嘅，呢句嘢其實係呢個政治上嘅咁啊，政治做人嘅一個至理名言嘅，就係凡事唔好氹盡，你咁盡就一定緣分做好盡，因為大家就跟住大家就攬住啦，你話玩乜嘢都玩到盡，你冇鬼走。有時就係人係一個太極，呢個世界係一個太極嚟嘅，你記住呢樣嘢。我冇錢冇賺晒嘅，咁樣就你個呢個世界多元，你咁樣個世界就會好啲。你就知道乜嘢叫做就真係去做面。但係好多華人唔知道個世界係咁貪啊！嗰啲人咪貪咯，貪就係咁噶。嗰啲貪心啊！你點啊？啲棺材我都話你夠錢都帶唔到個棺材啊！但係有啲人真係以為夠錢可以帶個棺材啊！有人自己個皇帝或者以為自己可以去點啊？活到90幾歲點啊？仲盡享榮華富貴，就有啲人就係咁樣。所以我話依家局勢混沌不明啊，咩都會發生，咩嘢都可能發生嘅。混沌不明，你依家係好不明朗，個局勢係比你想象中唔明朗好多。所以我話依家咩都可能發生嘅。依家所以點解我話依一集我唔係做咩聽唐詩嗰啲，係依家中國嘅局面係真係差，你摸唔清個局，但係咧無論邊一個局對香港都唔係好。呢個就係即係除非嘅就係你如果係習近平，你突然間你開戰，跟住點啊？你懟個共產黨跟住英國人翻嚟啊，咁啊好喎。可能呢個係最好結果，但係你死傷人數唔係細嘅。第二個最驚就係佢開戰，係佢又開戰，不過全國軍管，跟住就冇再嗰個打落去。西方亦都冇藉口介入，但係香港咧就玩殘咗啦。呢個係最差嘅。佢只不過幫習近平 totally concentrate the power，OK，跟住玩到核咁玩核到就個地球都唔使要啦，咁另一樣嘢啦，OK，即係保證互相毀滅嘅話，即係你就算地球要得，都冇核子冬天，都可能中國好多地方，即係中國有一大堆地方唔用得，咁嗰樣嘢，生靈塗炭嘅。
依家基本上冇人阻止到習近平繼續癲落去嘅，基本上，所以唔好寄望有咩政變啊嗰啲聽藏師嗰啲，我好心啲聽藏師負下責任啊！中國好難玩政變，除非中央警衛局點起習近平為主，但係呢個係好硬嘅事，好硬。四人幫嘅玩法唔係咁容易嘅，我可以講，四人幫係一個好罕有嘅 opportunity window 嘅，繼玄武門之變之後最罕有嘅一次。如果我對上一次就玄武門之變，即係真係千年一遇嘅差唔多嘅，即係幾咁容易遇到嘅咩？真係。好啦，呢一集我講到呢度啦，咁啊歡迎各位請我飲咖啡，我都係再講多次，我俾人搞緊個 traffic 嘅，即係呢班咁嘅加奸，都係當然我哋都希望呢樣嘢嘅，最終加拿大唔係因為即係 Alberta 獨立而分瓦解，我覺得係加拿大人自己意識到呢班加奸係要清理嘅，係加拿大人自己去清理咗加奸之後，自己去保衛主權，唔需要 Donald Trump 入嚟素材。你要避免Donald Trump入嚟素材，我之前講過好多次，你要自強嘅呢啲，要自己強，要自我去清理呢啲咁嘅垃圾嘅。喂，華裔社區尤其係香港人社區尤其，香港人社區嗰啲廢佬嘅真係我真係覺得係夠啊！你大佬加拿大冇欠你嘅，但係你班人就為咗自己嘅民族主義情緒就賣加拿大，呢樣真係非常之無恥嘅啫。好啦，咁我呢一集我講到呢一度。